Hello， 歡迎嚟到 Toronto， 雖然我係 Andrew。如果你買樓，你有100萬 budget， 咁你睇 Markham 啊、Richmond Hill 啊、Aroa 甚至乎 Newmarket 嘅話，你會唔會睇到有少少氣餒呢？如果我今次話俾你聽，喂，100萬可以有雙車房獨立屋，仲有一個咁樣嘅環境，會唔會令到你有啲心動呢？今日要介紹嘅呢間雙車房獨立屋喺 East Gwillimbury、Markham Road 夾 Mount Albert， 3房3廁 ，basement 完成咗，仲要係 walk out 添啊！車房泊咗2架車啦。2025年嘅地稅大係4362蚊，1998年建成，面積大係1710尺，lot size大係46尺乘153尺。首先同大家睇下玄關位置，嗱就唔算闊落噶啦，不過正門向東，非常光猛。我而家影嘅時間大約係9點鐘，如果我熄晒啲燈嘅話，其實完全冇問題嘅，好光嘅呢度。左手邊嗰道門咧就係 closet 嚟嘅，右手邊咧就係客廁。客廁嘅面積咧就唔算好大，不過如果同間屋嘅比例嚟講咧，都差唔多噶啦。你會留意到咧，車房咧就冇得直入間屋嘅，就係靠住而家出邊嗰道門嘅。咦，咁落雪啊、落冰雨咪好唔方便？唔緊要，呢一個位如果你做一個 storm door 嘅話咧，你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噶啦。呢間屋嘅內部咧就唔算好大，面積而家見到噶啦，就19尺乘12尺半咁上下。客飯廳咧就真係一眼睇晒噶啦。不過好彩佢有10尺樓底，空間感真係足夠嘅。呢一間屋如果係大家庭嘅話咧，就真係掹啲水噶啦。但係如果你話2-3個人，屋細細，而亦都係享受戶外嘅活動嘅話咧，咁啊真係啱晒噶啦。仲有一樣就係呢個地板咧就 vinyl 嚟嘅，而我睇嗰啲手工咧都唔差嘅喎，起碼呢度冇話高高低低嗰種啦。飯廳隔離咧就係廚房啦，同你大家一齊睇一睇啊！廚房屋主就真係落足本啦。首先台面 quartz backsplash 亦都係 quartz 嚟嘅，而櫥櫃咧上下櫃咧屋主都用晒實木嚟到做嘅。而我最欣賞嘅就係呢一間屋個 countertop 竟然有個 waterfall 添。仲有啊，中意大星盆嘅朋友，嗱呢個夠大啦啩。同大家出去睇一睇啦吓。呢一個價錢雖然遠少少，但係呢一個 deck 你真係會用得好開心嘅。佢大細係適中嘅，而且咧如果你向下望落去嘅話咧，呢個 lot 比起一啲 Markham、Richmond Hill 嘅 lot 真係大分鐘大1倍咯。下邊望翻上嚟嗰個 deck 就係咁嘅樣噶啦。2樓咧就係3間房嘅，我哋首先睇咗主人房先，面積大概係12尺4乘13尺11。主人房咧就向西邊嘅，雖然而家個太陽咧就唔係向住佢，但係咧因為冇嘢阻住啊，所以依然都係非常之光嘅。嗱，出邊望落咧就咁嘅樣嘅。而家右手邊直望咧就係 closet 啦，同埋洗手間個位置嚟嘅。而家同大家入去睇一睇啦。呢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咧就係比較細少少嘅，不過咧就名廁嚟嘅。但係佢雖然細啫，依然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啊！隔離第2間房，面積大概9尺9乘12尺10。呢一間房咧亦都係向西嘅，望出去咧就係咁嘅樣啦。走廊中間咧就係 laundry 嚟嘅。第3間房面積大概15尺3乘11尺6，而呢一間房咧就係向住東邊嘅，所以呢一段時間分外光猛啊！呢個洗手間咧就係頭先嗰2間房一齊 share 噶啦。咦，咁如果係 work from home 啊，或者係需要一個客房咁點算啊？唔緊要，第3樓有一個16尺7乘10尺4嘅 loft 啊，呢度玩又得，做嘢又得。再同大家落埋去 basement 睇一睇啦。
而家屋主咧就當係一個 gym 啦，但係如果有朋友嚟嘅話，喺度傾偈食嘢都幾好㗎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個係一個 walk-out basement 嚟嘅，出埋去 backyard 睇多一次啊！呢個 backyard 真係冇得輸。輪到附近環境啦，呢一邊咧就係其實喺 Stouffville 嘅再北邊嘅，附近買嘢嘅地方咧都有嘅，不過咧真係遠咗少少嘅。但係最近嘅話咧，有一個叫 Foodland 啦，大約係5分鐘。要去一啲大啲嘅鋪頭啦，大約就係15至到27分鐘到。入邊有 Costco 啊、Longo's 啊、Real Canadian Superstore， 即係類似都係 Costco 咁上下啦。另外咧就有3個嘅唐人超市添。分別就係24至到27分鐘，其中一間就係大統華啦。最近嘅火車站咧，大約係20分鐘，要上 highway 嘅話咧就15分鐘到。如果係行街買嘢，譬如去 Plaza 去 mall 嘅話咧，其實就應該去翻 Aurora 嗰一邊噶啦。咁有4個 Plaza 啦，分別係19至到27分鐘啦。最近嘅 mall 咧就係 Upper Canal Mall 啦，大約係27分鐘到。附近咧公園啊、打波啊、圖書館就真係好多啦，分別就係1至到4分鐘已經到晒噶啦。向翻南少少咧，就有一個溜冰場添，大約係14分鐘到。輪到學校，小學 Robert Munch， 中學 Huron Heights。根據 Fraser Institute， 小學排名1282，中學排名367。輪到價錢同地址啦，呢一間個地址咧喺下邊 description 都揾得到。呢一間個叫價就915000，唔使搶 offer。根據調查，由3月到而家咧，有4間雙車房獨立屋喺度賣出嘅，分別係3至4個房啦，2至4個洗手間啦。佢哋平均地稅係4326蚊，平均賣出價錢咧就95萬1。如果你想有更加詳細嘅資料嘅話，可以俾你 email 我，我會 forward 俾你。早幾年咧，安省政府咪有啲保溫棉嘅津貼嘅，咁嗰一排咧就特別多人去話要補翻啲保溫棉嘅咁樣樣。咁同埋呢一排因為樓市差咗啊嘛，咁所以其實好多朋友咧買樓嘅時候咧都可以落到一個 inspection 嘅 condition。inspector 咧就會上屋頂嗰度睇下保溫棉夠唔夠厚啦咁樣。咁我喺其中一個 inspector 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見到呢一張相，同埋咧我就得到佢嘅批准啦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咁話說咧就係間屋咧就去驗樓，咁啊驗咗好多樣嘢啦。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上屋頂嗰度 check 一 check 究竟保溫棉厚唔厚。咁佢度一度嘅時候咧就見到，咦，點解黐住嗰張紙同埋佢把尺點解好似爭幾寸咁樣嘅咧？咁佢咧就發現到咧，咦，原來咧去做保溫棉加厚嗰位師傅咧可能趕時間，咁一趕時間啊特別用力噶啦。咁特別用力咧就唔覺意咧就將呢個紙嘅尺咧就大力咗，就篤得深咗啲。原本咧應該由0開始度起啦，咁就變咗由5寸開始度起。咁啊搞到成個 attic 嘅保溫棉高度咧就加漏咗5寸咁樣樣。咁啊冇乜嘢咁加翻冇事啦咁樣樣。咁如果你哋都係有揾人去做保溫棉嘅話咧，咁我就會建議揾一啲即係譬如相熟啲啊，或者有朋友用過啊嘅保溫棉公司啦。咁啊師傅就唔會太趕時間啦，係咪？咁同一時間啦，我又會諗啊，會唔會有人想上去同啲師傅一齊度咧？嗱，呢個真係小心，因為你喺 attic 嗰度咧頂咧有好多釘喺度嘅，隨時真係俾啲釘拮到個頭都唔出奇。同埋如果譬如幫佢啱啱噴完保溫棉嘅時候咧，佢哋真係噴嘅時候都要戴住嗰啲豬嘴噶嘛，其實係會飛嚟飛去嘅嗰啲保溫棉，同埋即係點都有啲纖維喺度噶啦，即係吸咗落肺就唔係咁好啦。另外一個咧就係件衫咧，即係可能會黐到啲保溫棉，而落咗喺啲手嗰度嘅時候咧，手腳嗰度嘅時候咧係會痕痕地嘅，可能分分鐘會 last 幾日㗎咁樣樣。咁所以我就唔係咁建議大家上去。咁有咩方法去睇下師傅鋪得夠唔夠咧？咁你可以未噴之前同師傅講定，師傅噴完之後錄條 video 片，大家睇一睇啦，好唔好啊？咁樣樣，咁師傅應該都冇乜問題嘅，都係大家用手機錄嘅啫。咁大家留翻個底，有翻個記錄，其實都幾好啊！希望我呢一啲保溫棉嘅小 tips 可以幫到大家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今次真係最後。
咁多位孝順仔孝順女喺母親節有啲乜嘢準備俾你媽媽呢？喺5月10號11點30分至到1點鐘，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100號 Arcadia， 即係 Warden 同 Steeles 大統華後邊，有一位從遠道而嚟嘅福音歌手鄭蘇如紅師母，將會透過音樂分享主耶穌基督喺佢生命上面嘅奇妙作為。喺呢個母親節翻完福音主日，再同媽媽去飲茶，包冇投訴。到時見，拜拜。我今日嘅介紹就到呢一度，中意我 channel 嘅話可以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再撳埋隔籬個鐘仔就可以收到我最新嘅消息啦。我每個月都會轉發由多倫多地產局公布嘅 Market Watch Report， 有興趣嘅話可以俾你 email 我可以 forward 俾你。如果你而家係考慮緊買賣房屋，想搵人俾個意見，可以聯絡我會盡快覆你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